小树菇非常古锥的模样，互人看了非常解郁。主持人话开始，主人把小树菇放伫桌顶，有的用菜用饲料，主人靠出枝鸟来吸引小树菇向头前爬。这是由台南市议员郭信良所主办的第一届树菇回后头厝活动。那上一次领回去的大概是30多只，那都有回娘家。因为在自然生产而且自然孵化的苏卡塔陆龟，在台湾非常的罕见。普通都是经过人工孵化而产生这表示这边的地呢适合它孵化。那第一代孵化以后，很多的乡亲朋友就领回去饲养。那经过半年了以后，回来比较一下，看哪一只比较健康怎么饲养怎么照顾，像在给孩子宠物一样。除了比赛跑，还阁要比体重、称下度甲米珠。另外一头大树菇溜着小树菇踅几场。今年郭信良服务处的母树菇又阁成功孵出30只小树菇，因此探出机会，开放民众来领养。一代传一代的传承育成，让很多的陆龟分散在各个角落，力量的延伸。教育他们怎么的孕育这个乌龟传承，这个意思是这样，让他们大家共同来聚一聚，来分享一下养龟经。我就是单纯看颜色跟它的纹路比较深吧。对。今天你到这心情怎么样？很开心。这个活动让大家互相联谊熟悉，并交换饲龟的心得。希望以后每一档拢会当举办回后头厝的活动，让苏卡达树菇家族愈来愈庞大。台南新闻杨尚怀采访报道。